靠含过的特殊能力，伫异世界流浪才好了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鸟豆，欢迎收听浙江人 Podcast。一本 anime 最流行转世到异世界的故事，这届要甲大家小介一出轻松佮好看，主角伫异世界旅行兼食好料的 anime。即马咱赶紧来听故事咯。漫画起头是安尼：异世界有一个国家进行勇者调换，要靠勇者过来帮助因斗拍魔王。咱的主角姆科达就安尼去互叫来。这种异世界转世拢有固定的班路，就是若勇者互调换了后，生命会响应特殊能力。得到能力了后，勇者拢毋免练武功，随地当使用。安尼，咱话个讲翻头，和姆科达共体，阁有3个高中生。伫咧鉴定勇者能力的时，主角以外的人，毋是剑术足厉害，就是魔法真高强。3个高中生鉴定的结果，拢真适合战斗。毋过，姆科达的特殊能力却是互人三无长的网络商店。这3个高中生看到姆科达的能力了后，笑嗨嗨讲：“安尼是要安怎含人去拍魔王啦？”然后因4个就去拜见国王，当面话讲说，国王就邀请因来替家己的国效劳。佮讲，凡世魔王会知影怎样，互因佮转去家己的世界。姆科达看到国王规牵巴肚食甲肥滋滋，王爷佮规身躯拢是金当当的珠宝，感觉办事毋对咧。虽然伊伫日本敢若是一个上界普通的食头路人，毋过人情世事有哪是八卦。伊想想咧，就甲国王讲：“歹势啦，伊毋是勇者，留伫遮嘛是无啥路用。伊会离开，点点啊过日子，袂惹麻烦。”国王看伊的特殊能力，也知迄网络商店是啥碗糕，根本嘛无听过，人看起来阁无胆。根本无成一个勇者，就予伊20个金币，放伊走啊！姆科达就用国王予伊的金币，请一队护卫，保护伊离开这个国家。听这寡护卫讲，这个国家的国王小贪，佮真爱世界战争。要离开就爱较紧咧，若无到时国界若去封锁，就走无路啊。要封锁是因为国王惊人会一直选去，时到就掠无人通去做兵啊。姆科达想讲，好佳在家己走了有紧，伊的特殊能力网络商店，虽然无法度战斗。毋过，就甲咱平素时伫网络顶买物件共款，啥都买有。佮拄好伊真厚煮食，逐顿饭拢煮甲毋若芳讲讲，佮真好食款。想袂到食物的香味，煞甲传说年的魔术变入入城内，硬要参姆科达拍客约，讲要做伊的客约魔术。其实就是依照伊煮饭的手路，拍算逐顿拢要食青草的。姆科达看眼前一只生做哪像大只野狼的魔术，面仔乌恰恰，伊毋敢拒绝，嘛敢若会当接受这个契约。
后来就甲号名叫做菲鲁。菲鲁毋但爱食，阁足够食。穆可达怎开始烦恼钱无够用，毋知是要怎样才好。尾去互想着讲，会使去做换手的买卖，就是家己网络商店买物件，烫互公会。头起先，伊先用盐和胡椒来试一下饲草，结果和公会化价了后，赚到10几倍的利润，钱是暂时免烦恼啊。毋过穆可达还是心内澹澹，因为菲鲁去到倒位，拢会受到人的注目，这和伊想要恬恬过日的心愿都有重担。当然啦，菲鲁感觉穆可达真正是加烦恼的，无论是贵族还是国王、军队还是啥物有诶无诶，伊拢看袂上目。伊诶本领毋是在讲笑诶，凊彩就听好互一个国家无去，何况伊阁有女性在甲保庇，啥拢无得惊。颠倒是即颗主人诶级数有够低，实在是互伊看袂落去。无甲训练者要太英质，想到就做。伊怎开始教主人要安怎使用魔法，毋过用教的效果实在无介好。菲鲁规气甲穆可达等去和魔兽战斗，暗算要互主人伫无病会死的状况，甲魔法学起来。菲鲁惊主人受伤，死到都无人通煮好料的好食，专工搁伫伊身躯顶设一个魔法的保护带，普通的魔兽根本就伤伊袂着。毋过穆可达一看到魔兽尔，脚就一直喘。伊敢若是一个伫公司上班的普通人，看到遐尼济魔兽撞来，骹尾免讲嘛冷叽叽。不过伊无想要死，阁要将下性命战斗。结果这步阁真正有效力，魔法就安尼学起来。菲鲁感觉这颗主人无隔壁是袂使啦。战斗煞，穆可达规个人软烧烧，忝甲要死。这个时阵，伊感觉家己爱食寡甜路的人食会较好，就伫网络商店买规堆无共口味的胖，和菲鲁做伙食。掌管风的女神伫天顶看甲自在袂牢，伊就上爱食甜的物件啊。就借口讲要互穆可达保庇，叫穆可达逐礼拜拢爱传祭品去甲祈祷，而且搁伫穆可达的耳孔边指示讲，一定要有红豆仔芳。穆可达心内闹讲，这哪会是啥物神明咧指示？根本就是女神在甲点菜嘛！穆可达的第二个启用魔物是一只史莱姆，去互号做水果水个大神，和强势的菲鲁无共，互穆可达疼命命。过来，菲鲁就定咧complain讲主人大细心，同款的要求，对伊就无耐性，对水就轻声细说。水听到，就随甲菲鲁塞奶讲：“菲鲁阿姐，你无介意水呢？”菲鲁看伊果水的模样，总算是了解主人是安怎遐挺性水。水打开始的战斗能力和主人差不多，毋过练功练2礼拜了后，就比主人更较厉害啊！
而且法律阁会教水战斗的美感。所摆水和法律拢真性战斗，爱食啥因两只家己会去拍。主人米了壁，心惊惊。等因掠转来，才请工会甲魔术处理好势，家己才摕肉刷落料理。穆可达用网络商店的材料做出来的料理，会互食即款物件的异世界生物能力暂时增加真侪。有一道去互法律接到，随着感觉精神有够好，记载袂牢，全走去拍啦。过顿工，穆可达早起精神，看到一堆头敢若像山的魔兽，带一条。后来，伊就尽量用法律因拍来的肉做料理，毋敢互因食伤济网络商店的食物。原本法律就真遐肉啊，若阁互知影伊的主人有即款八卦的能力，实在毋是啥物好代。穆可达就简单想要点点过日子就好。毋过伫钱这方面就免阁烦恼啊。迄寡掠到的魔兽，肉先甲储起来，其他的角啦、羽毛啦、皮啦等等的材料，拢卖互工会。法律拍的魔兽，当然毋是啥物世界看世界有诶，有一寡魔兽级数伤悬，计数惊人，连工会都毋敢收。工会嘛无够钱通甲买，一声穆可达免讲嘛好假。穆可达逐礼拜拢爱甲风的女神祈祷，其实就是互女神点伊爱食的点心。风的女神叶叶美咧偷食，将其尾嘛是去互其他的女神发现啊。因三位女神真受气。有好食竟然无斗相报，根本就是歹朋友。土的女神甲火的女神嘛决定要甲穆可达保庇。一看才发现讲，穆可达简单会当用土甲火的魔法，所摆风的女神的保庇无啥用效，根本就是咧偷食宝嘛。风的女神辩解讲，伊保庇法律，穆可达阁是法律的主人，互伊点菜嘛是应该啊。掌管水的女神听到这就哭啊，讲安尼就敢若伊无通食，因为伊的保庇对穆可达嘛无啥路用。其他的女神看甲真毋甘，头壳冒得烧。加在穆可达紧甲想报讲，你会使保庇水，安尼就和风的女神的做法是同款的。穆可达本底是干那接受一个女神的指示尔，即马却变做有4个女神在甲点菜，听遐济指示实在是有淡薄仔差。毋过伊是女神呢，穆可达是阁会使讲啥？就安尼，穆可达为一个城市旅行到另外一个，路年有水和法律做伴。有时啊，看人拄着困难，就共斗相共。拄着卖寡网络商店的物件做义娘，不三时女神会来点因介意的食物，甲工会斗处理一寡因无法度解决的魔术。嘛有时有准啦。穆可达伫即个异世界上忝的工课，应该就是煮饭，因为法律和水拢食介济。不过看因食甲遐欢喜，伊有影嘛真满足。食饭的时，伊上爱买一罐蜜露，哪食哪看风景。伊定咧想。有朋友相挺，有神明保庇，
有好物通食，有美露通啉。虽然是伫异世界，伊有那是真幸福啦。这部 anime 开真侪时间伫咧讲安怎做料理，要加什么料，掺什么酱，画面阁做了真水，真好食款。所摆真侪人评论讲，毋通伫半暝看，上好是要食饭的时才看，伊是食饭时间上好配饭的戏出。安尼恁就知影木可达煮的料理看起来有偌好食。过来就是批评讲，木可达哪会遐无胆？这我个人是感觉袂啦。飞入含水都已经遐厉害啊！伊迄个水仔形，敢毋是阁有另外一款趣味咧？阁再讲，木可达若含伊迄两只克用魔兽共款厉害，安尼即出anime主题就料仔会无共去啊！料理的部分无得较就变少，战斗的戏出遐济，会当配饭的是较少看的呢。其实这出戏毋但剧情含糊，轻松趣味，我感觉伊的世界观设定真水，伊有引出我为异世界的角度，用新的眼光翻头来欣赏咱现处时所住的一个现实世界。像网络商店，对咱来讲是遮尔世上的服务，咱早就袂记住伊其实有偌神奇，偌尔无简单。讲伊是超能力嘛无过分，若斟酌看，用心体会，咱的世界精彩的程度，一点仔都无输艺术创作者想象出来的异世界。这出 anime 第二季为2025年10月开始，逐拜二出一集。毋知木可达阁会煮啥款好料的来请咱呢？大家做伙来期待呢！今仔日和各位观众朋友小解，毋知大家敢有其他的想法？巴肚敢会枵？敢是配饭得看的？欢迎留话甲阮讲哦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仔日的收听，咱后回再会哦！